又许下几个愿望，生日、新年还有那些时间或地方，比起努力只想靠虔诚的信仰，只要顺利先感谢上苍。许愿时候要小心，歌唱有耳，谁在听？许愿时候要小心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到底是谁？圣诞节许愿不慎，说希望世界上没有穷人，差点就被圣诞老人打到金马都不认。是谁？圣诞节许愿不慎，说希望世界上没有穷人，差点就被圣诞老人打到金马都不认。为什么他们的愿望都会实现？为什么困境都没有改变？明明总是在心中默念，却还是要经历。是谁？圣诞节许愿不慎，说希望世界上没有